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上，祷告奉耶稣的名。让天堂敞开。因为有听到你的儿女，这里是儿女，所以呢，我们在讲话上面每个都可以尽量在一起，释放你同在。耶稣，你是我苏醒，让天堂敞开。此时此地属你，让众城门敞开，来迎接你。愿你国降下，成全你旨意，让你国降临，让你国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永光教会设立教52周年，我们以欢庆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时候，聚会开始之前有2点提醒，请各位不要将你们的饮食带进会堂。第二，请你们把手机关到震动或静音，让我们进行非常的顺利。谢谢各位的配合。黑暗颤抖，山震动，被掳得斗的自由，死而复活都兴起，就是现在，现在。黑暗颤抖，山震动，被掳得斗的自由。死而复活都兴起，就是现在，现在，让天堂敞开，让我召唤你生命，释放你。今天我们要奉主的名在这里来庆贺永光教会52周年的庆典，大家阿们吗？我们预备好了吗？好，那现在呢，我们要以宣召做我们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就位，把你的找好你的位置，然后我们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庆典的礼拜当中。好，那我们现在用各种语言不同来宣召，我们来聆听。那我们宣召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来来回应阿们，阿们吗？好，我们现在要来请我们的华语的宣召来开始来。感恩感恩，永光52年，颂赞颂赞，圣灵大充满，欢呼欢呼，万民赞美主。阿们。感谢感谢，永光5年稳定快，俄罗圣神灌压大充满，阿们。欢喜欢喜，来喊话，大家尊主最大。阿们，阿们。台湾语宣召。Kalbay, tua kinalindilan noa Yongguang教会50 saka Rosa Chavez. 阿们。Jengere, tua sembilan noa Wawak. 阿们。Pasya Acai ta'ala-alan Seman Parawas tua Jemnger tua Cacemas. 阿们。韩语宣召。 감사 영광교회 52주년 찬양 성령의 대종만 아멘. 환호 완민의 하나님 아멘. 아멘. 感恩运光54年，颂赞圣灵太充满，阿门。欢呼，万民赞美主，阿门。
英语宣召。 We give thanks for the 52nd anniversary of Eli. Amen. We give praise for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We rejoice. Let all the earth exalt the Lord our God. Amen. 弟兄姐妹们，这时候要欢迎，要邀请我们大家从我们的座位上来起立。我们这时候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首先，今天是我们永光教会52周年，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一起来敬拜赞美。阿门。 首先，我们用台语来赞美。 世界的光，唯有耶稣我们
他赐现无限的恩典在我们永光教会的当中。阿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宣告，我们请我们的区长来带领我们来宣告。耶稣基督是永活的主，世界的光。阿门。永光，永光，充满神的爱与光。阿门。永光教会世世代代必传扬基督的救恩。阿门。永光教会是充满圣神的教会。阿门。耶和华赐福永光，末后的恩典必大过先前。阿门。儿童牧区充满神智慧的心。阿门。永光的青少年一生必活出神的荣光。阿门。我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有无限的慈爱要复庇我们。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赞美，愿我们的赞美充满这整个圣殿。阿门。见。
耀与赞美，因为你值得我们的称颂。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拣选我们，让我们有份成为他尊贵的儿女，阿门，享有那荣耀的身份。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依靠与盼望。阿门。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献给主。首先，我们要请乐团带领我们来赞美。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让我们再次举起我们的手，用我们的歌声将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的神。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
在每一年行走过，神对我们的生命总有一个期待，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同行。阿们吗？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爱每一个人。耶稣爱不爱小朋友呀？小朋友，阿们，阿门，阿们。我们要用这首诗歌知道耶稣爱我们，如今到永远永不改变。哈利路亚。我们首先用台语来唱，来。耶稣听我在你，因为你在你心境，谁爱你嘛虽软弱，耶稣为救有主耶稣听我，主举起咱的双手，想起主耶稣怎样听咱对细汉到大。主耶稣听我，听我。有记在你心境，耶稣听我三人行，伫我心里免惊惊，我若爱伊到落尾，伊要带我去天边。是主，阮举起双手，讲主你听我，听到底。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心底。我们大家请坐。今天是52周年的庆典，在你的座位前面有没有看到这个小小的？你们那个就是要送给你的，你可以从你的座位前面那个背部椅子的背部那边，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呢，这一张你的位置上你所拿到的这个就是你的。你现在可以把它拿出来，这里面是你的祝福卡，是神对你说话的。我们乐团在唱的当中，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来读。神他如何知道你的心思意念？神也要祝福你，在这52年永光教会的周年庆典之后，神要有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展望。我们自己来看，有没有拿到的？都在你的位置上哈，我们可以拿起来，然后呢，你读了之后放到你的包包里面，你可以默想，然后这个就成为你的祝福。我们来读，乐团来唱，我们自己来默想神给你的祝福卡。主耶稣爱我。华语的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用神警告。我们一起来，耶稣爱我，耶稣。
朋友举手一下，儿童，我们请儿童来唱来。儿童。青少年加进来。手是非常诚恳的，耶稣爱你。你看一下旁边的，把这爱给对方，哈利路亚。主耶稣爱你，有圣经告诉我。一起来哦！主，举起我们的双手。有没有看到第一根柱子？好，第一根柱子后面的弟兄姐妹来唱。好，举手一下，第一根柱子后面的弟兄姐妹。好，知和你站起来一下，知和后面的举手一下，知和后面的位置都举手。好，副歌要从你们唱哦。好，预备哦，副歌来，主耶，后面哦。很棒，感谢主。最后一起来，更大声的一起。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你来跟旁边的人，你用2句话跟他说，你觉得耶稣他为什么爱你？好，来，哈利路亚。因为你是他最宝贝的天父，他爱我。是保守我，路到平安都平安。阿妹，阿妹。是的，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阿们。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各样的爱，然后神他要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一件更大的事，更大的事。阿们，阿们，阿们。好，我们现在要来读一段经文，圣经。好，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好，预备好了吗？这是耶稣交代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一个大使命。好，来。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与帮助。感谢主，让我们的诗班能够三代合一，要来敬拜他，要来赞美他。现在我们的诗班三代合一，要来为我们献唱在我们2年前的50周年这一首诗歌，是大家记忆非常深刻的。我要尽一生，怎么样呢？阿们！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三代合一大诗班。永光教会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每一个年龄层都涵盖在这里面。虽然我们有不一样的世代，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都合而为一。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三代合一的大诗班，可以说是神给永光教会一个最美的资产。我们再一次的热烈掌声。给我们的诗班一个大的掌声，非常美的声音。我要来。
掌声不断。非常美的连结，非常美的合一，感谢主。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就像这样的孩子、青少年，还有每一位你都可以站在台上来服侍神，因为服侍主一生的事，阿们吗？服侍主是一生的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在你的家庭当中，我们也要学习来一生服侍主，并且呢，是让我们的孩子看着一个美好的榜样，阿们。阿们。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看一段我们永光教会在我们过去的一个回忆里头的一个影音的专辑。还记得我们在2年前我们是几周年？50周年，有参加50周年我们的庆典的，请举手。哇哦，多数的人都有。好，请放下。当你50年你有参加的时候，52年你也在这里面，表示你随时都与主同行。如果你50年有在，哇，50年人不在了，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现在52年我们在这里，53年我们要不要在这里？54年、55年，阿们吗？你希望你60年永光60周年你也在这里的，请举手一下，阿们。有些人没有举手，来，希望都在这里的举手，哈利路亚。那神一定要保守我们平安健康，所以我们每一次当你说主啊，这一年的庆典我要一样，我要回到永光教会，所以神就必要保守你健康平安，所以要立下这个目标。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灯光可能需要关一下，我们预备在10秒钟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播放。好，预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在50周年在哪一个地方？在永光教会。在新店行道会。我们记得有多少人吗？1500个人，总共有新朋友哦，新朋友就有700多位，所以呢，这可以说是神量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果子。所以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你们还有没有继续的跟他们连结？有没有跟他们联络？哇，是，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我们在这一次的幸福小组、桌游小组，我们总共提名了多少人？1148位。好，这些人呢，都是神要量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要持续的来为他们祷告。在永光52周年庆典，我们也纪念这一些人，并且为他们时时的带入祷告。神必要引领永光教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复兴的季节。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观赏我们的影片的回顾专辑。好，灯光。박수耶稣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我们为我们的影片欢呼。
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就痛的，我的喙齿就痛的。恁来一个，咱去找家医师。免紧张，我看看。来，啊 ，1 2 3，台湾是奉献给耶稣的，而且上帝的旨意一定会完成。感谢主，感谢主！台湾这块土地一定要继续一代又一代的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会继续传下去。上帝荣耀的名应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稣赐主生命，感谢主，全能运行，救赎恩典遍及万民，以爱拥抱回馈儿女。我们在路上，我们在路上的美女跟主，我总要一个和平，让每一个人都幸福。阿门。刚是国宾牧区，这是永伟牧区、兆民牧区、玉喜牧区、秀莲牧区、豆豆牧区、丽娜牧区。少年乌尔牧区，还有儿童牧区，我们一起为永光教会的复兴做见证人。大家再次给我们的恩典之路来献上我们的掌声。接下来有非常精彩的一段的访问，感谢主，让我们永光教会。神给我们最棒最棒的领袖的团队，除了牧师之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长老团队。在过去永光教会每一个世代所经历的，他们在这当中与我们一同见证永光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圣灵的教会。阿们吗？那这个时候我们牧师呢要特别来采访他们，透过他们每一个人分享，我们来亲眼来见证神他的恩典在永光教会。请我们的长老来上台，大家掌声。大家都认识吗？我们从右到左是我们尤国宾长老，最资深的长老。
赵明长老，挥挥手一下，可能有新朋友不认识你，挥挥手一下。我们的马街就是我们的信志长老，还有我们的明谦长老、主恩长老、永伟长老，是我们今天亲临长老，因为上班所以请假。那底下还有我们一个的洪明煌长老，明煌长老，挥挥手一下，好。那就在永光教会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还有很多新的朋友可能不晓得永光教会的过程经历，对不对？那透过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每一个长老，他们在永光教会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他们所经历到的，他们亲自来见证，并且要来分享到，永光教会有哪一些的特色？当我们上过培育学校的时候，我们都有做出一个测验，永光教会是一个健康教会，阿们吗？到底是哪一些让我们的永光教会呢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的长老呢他们也要来一一的来诉说。首先呢，牧师要来采访我们的国宾长老，是国宾长老在永光教会这样一路走来，特别在后面的这10年当中，我们经历到圣灵还有异象的这个恩典，所以呢，请国宾长老来见证一下有关于这个部分你自己的见证，还有我们在圣灵异象上面的一个特色。好，请。谢谢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边分享。那我是参加教会的培育系统以后，以及牧师的教导以及在我们所有同工在课前的那个异象祷告会里面操练，让我学习如何透过祷告来领受异象这个是在培育系统里面来学习的以前是不会怎么也不了解怎么样叫领受异象，所以在一天晚上我在灵修的时候透过那个 soaking 就是浸泡在领受神的异象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我看到一个医院，然后医院里面呢都是人满为患，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这个走廊上面，好像是周年庆在举办那个活动一样，人排得好长好长。那我当时我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所以我就问神说：“这个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意思？”神跟我讲说：“瘟疫，大概有许多人会经过这一次呢，而丧失他的生命。”那我也不以为意，因为台湾那时候没有所谓的疫情，也没有什么的瘟疫都没有。但是经过2个礼拜以后呢，在中国大陆呢的武汉的地方就发生这个 COVID-19 的疫情，然后这个医院呢的病房都不够用，所有的人都睡在那个走廊上面，而且最后怎么样？只有盖方舱医院来应急所以这个透过这个意象呢，让我了解说原来神透过这个意象提醒我要小心，要小心所以呢神给我们永光教会呢有一个特别的意象，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与活力的教会，要成全圣徒，力行普世宣教。让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建立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意象，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谢谢国宾长老分享他的见证，他在异象里面所看到的2个礼拜就发生了，所以神透过异象来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要为这事祷告。阿们吗？从异象来，我们为之祷告。接下来，在我们的永光教会里边，我们的细胞小组
已经有10几年的运作，可以说是一个对教会来讲，可以说是一个转型成功的一个细胞小组。那我们现在要来采访我们的永伟长老，因为他从细胞小组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参与在这当中，一直到现在，他在细胞小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看见。我们这个时候就请我们的永伟长老来分享他在细胞小组的见证，以及细胞小组他所看见的特色。好，永伟长老，请。谢谢牧师，也谢谢尤长老很棒的分享哈。因为尤长老可以说是我们永光教会信仰的前辈，但是他在信仰上的追求和实践哈，也是我们的典范。好，阿们。感谢上帝。要我来说，我们永光教会的小组哈，首先我要来见证，而且肯定我们永光教会全体的铁三角同工，因为你们真的是遵行了耶稣基督为人洗脚的精神，无私的奉献了一切。因为我常常看到，当我们有一位组员有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全组的困难。我们相爱的心真的是非常美丽，也非常幸福。所以我邀请我们铁三角同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因为你们是最棒的，掌声。为什么我们永光教会的小组最棒呢？因为我们的小组真的是一个信仰的小家庭，而这个小家庭使我们怎样？没有迷失在这个似是而非的社会中，阿们，并且能够让我们每一个组员有被关心的一个小家庭。我们小组的特色呢，就是充满热情的爱。常常我有看到一个充满保护色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小组之后，我们的小组都是以接纳、相爱、鼓励和肯定的方式来牧养他们，使这些新朋友能够很快速而喜乐的来加入到小组之中。在我们永光小组牧养中，我也看过很害羞而且自卑的弟兄姐妹，因着我们小组的接纳、鼓励，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我之后再看到他的脸上真的总是充满了阳光的笑容。感谢主。我们生活上有坏习惯的组员，也因着小组的关心、劝导，戒掉了坏习惯。生病的组员，我们陪伴、支持，一同为他祷告。感谢主，我们也经历了病得医治的信心。在工作上弱势的组员，我们也因着鼓励和肯定，上帝就赐给他有稳定的生活。我们各个小组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也绝对是教会的精兵，因为我们的幸福小组总是在自然接触的环境中去创造一个让人舒适的环境，并且以自己来做见证，来介绍耶稣，领人归主。我是2007年开始担任第一届永光的小组长，一直到现在。和我在一起小组生活过的弟兄姐妹真的很多，但是我领受到小组不是只是一个聚会而已，乃是信仰生活的实践。因为在小组中，我们一同经历了欢笑，经历了困难，经历了神的爱，也经历了上帝的祝福。我们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一同来成长。所以你们就是我最好的老师。最后我也诚挚的邀请，假如你还没有加入小组的弟兄姐妹，你来告诉我们干事，找一个小组，一起得着这个温暖的小家庭吧。最后谢谢我们永光教会全体的铁三角同工，你们是
永光教会最重要的资产，永光教会以你们为荣，上帝也以你们为荣。谢谢大家。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铁三角，永不退休，直到见主面。阿门。接下来，永光教会呢，也蒙神极大的赐福，让我们能够实践耶稣基督啊！我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然后为他们施洗。是的，永光教会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有8年的时间，我们开始做传福音的布道，特别在今年有升级到桌游幸福小组。我们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产业。那在这个时候呢，牧师要来采访我们的赵明长老，赵明长老来就他个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布道，他个人所经历到的见证，以及诉说我们幸福布道的特色。来，大家掌声，我们欢迎赵明长老。谢谢牧师。然后刚刚永伟长老有讲，我们尤国斌长老说，我要再重复一次，也感谢尤国斌长老，成为我们最资深，然后可以学习的一个长老哦。那永伟长老呢，他在我还没担任任何职分的时候，他就已经参与在教会了，所以也谢谢他，也是我学习的对象。那我现在要来跟各位分享，就是有关幸福传布道的一个见证哈。那过去几年来，神给我们教会的意向哈，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多方多次的去拓展我们的福音。那或许我们会看到其他的教派或者是其他的长老教会也有同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布道，但我们的方法是起而行，而且是实际的在行动，却有显著的很大的一个跟其他教会有很大的差异性。因为从传统一直到现在，我都参与在其中。那也深知我们的牧者，还有我们的同工，花了很多时间的去思考、领受神的恩典跟应许，还有不断的讨论，然后如何去有效的传福音。因为过去我们都办了很大型的布道会，尤其在国父纪念馆等等，花了40-50万甚至60万，事实上果效不是很好。那当然我们后来一直在推进，一直在改进。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福音是有效的传递出去，可以让接触福音的新朋友可以继续的留下来。就像我们的迎宾团队也是如此。我们的幸福桌游里面有提到我们的很多的能力卡，迎宾团队就有很多的能力卡，还有我们的同工，他有敏锐的心、细心、辨别力、有爱，要有智慧，要有稳定，大家都有玩过吧？要有原则，要有口才，对不对？所以我们卯足了很大的心力在里面。曾经有比较资深的会友，他会因为许多的原因，他就久久才来我们教会，才回到教会来。他就会想说，怎么我们教会又改变了？怎么又有很多美女帅哥？然后怎么又有很多这么可爱的兄姐来到我们教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教会是非常快速的、有效的在执行福音的布道。执行者，大家有拿到这个福音的能力吗？我们就是执行者，所以呢，这不容易。所以我们的教会确实做到了。在现在的少子化，还有工作的因素当中，难免有些兄姐会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会到外地去工作。不过有时候会影响到他的聚会。不过神有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福音的布道的重点在于将未认识主的人呢，让他可以透过福音布道来认识主。所以我们呢，要让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所以在我们传福音是在要我们走出去，要我们走出去。所以我们广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认识耶稣基督，不在于我们人数的进进出出，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呢，我刚刚有事实上我统计了一下，我们有很多的福音布道。这个福音布道包含了刚刚有说的手作，什么花梨的手作，那个什么手中的那个手作，圣诞节的那种拓香石的手作。我有问了一下，你知道我们的拓香石那些手作总共来了921位新朋友，不是参与的哦，是新朋友。从2022到2023，总共来了921位新朋友。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果效，所以除了我们的手作以外，我们还有牧区的旅游，各个牧区的旅游。这次我们推动的布道就是各个牧区的旅游，全教会都在全力的支持配合。那再来就是我们说的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我们也不断的在改变中，在蜕变中。如何能够有效的让更多的新朋友进到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认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再来就是我们的迎宾团队，我们永不放弃，怎么样让他能够来到这里是备受礼遇，这都是我们的布道的一部分。还有我们刚成立的新北市生命协会的一个布道，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我们教会正在进行的。再来就是青少年的撼动星球，这个全部都是。还有我们关怀部的，不论是婚礼、告别式或者是关怀，我们总是摆上我们全部的心力在上面，为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未信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个都是我们幸福布道的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方法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都是要靠着主常常喜乐。那我们就是要继续的传福音，因为我们不忧虑，而是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有没有很感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阿们，阿们。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叫我们要彼此鼓励，彼此相顾，彼此激发，彼此有爱心。这圣经教导我们全部都要在我们的幸福布道里面来展现，而不是说，我记得我们在桌游里面有个传道好像没有爱心，不是，他应该是具备的，所以他不用讲，本来就应该与生俱来的，所以他不用特别再讲爱心这一块，所以他只讲要有其他能力才是更必须的。对，以上的分享。哇，谢谢我们赵明长老。手作对不对？有参加手作的举手，参加过的。这一年有参加出游的举手一下，出游的好也很多人哈。好，请放下。那我们下半年牧师预告一下，我们的下半年也有手作，而我们的手作呢，过去都推出比较柔性的。接下来下半年的手作呢，牧师要特别推出阳刚型的、中性的，我们的手作要预备推出鹿角蕨手作。哇，非常棒的一个手作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从鹿角蕨呢来带回到我们里面了。永光教会的培育学校，你有经历过培育学校的，请举手。有读过培育学校毕业的，读过培育学校的，阿们。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访问我们的明谦长老，在他经历培育学校，他自己在里面有什么样的改变？培育学校带出永光教会的果效是什么？我们请明谦长老来分享，我们掌声。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首先，我也感谢赵明长老精彩的一个分享。确实，在培育学校的果效里面，最终就是在我们幸福的布道，在传福音的路程里面，带出那属于基督的力量。我们也特别看见赵明长老，虽然他在很多的时候都成为我们数落调侃的对象，但是这是因为他为人风趣谦卑。也相信神必因为他的谦卑来尊荣我们赵明长老。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赵明长老的分享。
也再一次感谢神，感谢永光教会兄姐们的推选，让我有机会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的职分。大家不难看出来啦，我头发相对比较多，也比较黑一点。呀，但是也因为年轻，所以其实老实说，我的历练不足，有许多需要我学习的地方。所以在教会的服事的里面，我们看见不管是牧师，不管是长职同工、铁三角同工们，还有我们永光教会许多的会友，都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每一位对圣灵的渴慕，对教会的委身，以及对服事事工的热心，都激励着我。那我个人呢，我再一次感谢神，因为培训课程也是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在我们永光里面，这是属于我们永光教会的产业。这特别培训课程印证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这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必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阿们。培育课程就像那溪水一样，源源不绝的在每时每刻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养分，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帮助我们昼夜思考神的话语，让我们喜爱神的话语，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蒙福，也要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让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阿们。从小我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对于圣经的内容，对于教会的运作，相对我非常的熟悉。我也常分享，因为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我这里面常装了很多，我的知识是丰富的，然而我在心里面的领受与感动却是有限的，甚至是疲乏的。但是神透过我在永光教会里面经历了培育课程，彻底的翻转我的看法与想法，逐渐的让我头脑里面所装的认知与我心里面所的感动慢慢达到了一个平衡，我知识的高度慢慢有了深度，甚至有了温度。这不是代表我已经完全，其实我知道我离完全还离很远，我仍然常常跌倒，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日常生活上有许多的软弱与挑战，但是神翻转我的眼光，让我接受我自己的不完全。这是我在培育课程里面所学习到的。我认知到我的不完全也是神所赐给我的一部分，因为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有特殊的命定。我接受我的不完全，我接受了我自己，我接受了自己的不完全，因为我相信神会使我的生命更美好。阿们。因为神帮助我与我自己和好。这是神透过培育课程让我的生命得到翻转改变。我相信在刚刚举手很多的培训课程里面的学员里面，也都跟我有一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看见在永光教会里面，我们有如此多的同工愿意委身合一在教会的事工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培育课程确实兴起了许多的同工在我们的当中。从教会不论是每一个主日的敬拜服事的团队，或者是到中会到总会层级的事工，我们总是看到永光教会是最热情的一群。阿们。哈利路亚！真的感谢赞美神。我们也相信，因为我们彼此的造就，彼此服侍，让我们彼此包容，彼此相爱，众人就因为这样认出我们永光人是属于基督的门徒。阿们。我相信培训课程，这是神所要透过培育课程带给我们永光教会的祝福。如果你还没有经历我们培育课程的课程里面的，再一次邀请大家一起参与来这个里面。我看见许多的人生命在一天里面就得到了更新与翻转。阿们。为我做预言服事的主恩长老也坐在我旁边，许多人都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营会里面，在课程里面所得到的改变。在台下有许多我的同班同学们，大家我们是彼此的扶持，也愿神的祝福持续的在我们永光教会的里面，也透过培育课程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更多的委身，更多的合一。在永光接下来的每一年里面，我们期望我们在永光100年的时候，我们不论在天上在地上，我们都要一同庆贺。感谢赞美主，阿们。感谢主。100年，明谦长老就100多岁了，是吗？100岁还没？哦，还没，那还很年轻，他还会在哦，所以我们都要在哦。好，感谢主，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预言哈。好，那永光教会呢是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你阿们吗？阿们。是的，这是一个神给我们很特别的恩赐。那现在呢，我们要来采访我们的主恩长老，他个人在敬拜赞美上面他自己的见证，还有他看到我们永光教会在敬拜赞美上的特色，好吗？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主恩长老。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有机会站在台上跟大家来分享敬拜赞美的见证。在分享之前呢，我必须要感谢我们在台上的其他的长老。大家也知道我在长老里面是最菜的一个，但是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我看起来是最资深、最稳重的一个。我今天终于了解为什么圣经上说在前的要在后。好，那也谢谢其他的5位长老成为我在服事上面或是属灵上面的一个前辈，让我可以来跟他们学习。好，我们当然要另外要感谢明谦长老在培训课程方面的分享。然后呢，我也相信我们永光教会的培训课程是非常棒的，不但可以让我们的会友有属灵生命上面的更新，上完之后呢，你的人生也会变成彩色的。这个句话是我们的小组员跟我分享的。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敬拜赞美的见证。相信在座的各位，不论你是新来乍到，还是你是资深的会友，如果我问大家对永光教会的礼拜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什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敬拜赞美。阿们吗？阿们。好，那敬拜呢，不但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的带领，也能够享受属天的平安与喜乐。不论我站在台上主领敬拜，或是我站在座位当中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我亲身体验到了3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神与我们同在。每当敬拜赞美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高举双手，大大张口，就被大大的充满。那我看到神与大家同在，那写在每个人的脸上，那享受敬拜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仿佛在天堂。特别是比较资深的会友，例如像是哲辉长老，还有德龙弟兄，他们在敬拜的时候，那种顺服在神里面平安喜乐的表情，令人动容，让我能够更加的确认神就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高举着双手，扬声敬拜，享受在神的同在与平安。这是一幅多美的画面，阿们吗？阿们。我看到神也喜悦我们的敬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默然爱我们，他因我们喜乐敬拜而欢呼。每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敬拜使我们能够更专注在神。也就是说，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时间分别为圣，把荣耀归给神，如同我们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祭给神。这样的献祭，神是喜悦的。阿们吗？阿们。第3个，我看到的就是仇敌在我们面前逃跑。有好几次呢，因为我可能身体不适，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是心理的压力，带来的情绪低落。但是我来到教会礼拜的时候，只要我高举双手敬拜，我张口赞美的时候，所有身体的不适以及心理的压力，完全的能够得到释放。那因为呢，这些负面情绪跟心理的压力是来自于仇敌，而不是来自于神。那当我能够顺服亲近神，神也要亲近我们，仇敌自然就在我们面前逃跑了。阿们吗？好，那最后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在4月13号的时候，我们有办理了一个总会的敬拜的研习会，然后来自各地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甚至有其他教派的弟兄姐妹们也一起来参与这个研习会。那大多数的讲师呢，都是我们永光教会的牧者，甚至同工。那整个活动呢办得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教会呢是非常的乐意将各样的敬拜的经验分赐给其他的教会。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命定。我们永光教会不但要成为双河地区传福音的火车头，我们也要成为我们对敬拜赞美的分赐者。阿们吗？阿们。谢谢大家，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敬拜赞美的恩赐水流，还有丰盛的恩典医治，都透过敬拜赞美流露出来。那接下来呢，在永光教会呢，在这几年，特别在疫情之后呢，神真是从天上赐给我们有一个 RPG 的一个祷告运动，后来呢也有一个导读的运动，这都是神量给永光教会的产业。接下来我们要来采访我们的信志长老，他呢在他的生命中他的祷告的见证，以及永光教会的 RPG 导读的特色。好，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信志长老，耶！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今天要分享的是RPG 跟导读。在我分享之前就诚如刚刚主恩长老所讲的啦，敬拜赞美已经是我们教会的很大的一个特色，甚至是我们的品牌了。阿们。是我们的品牌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一块的品牌，继续的做好这样子的一个服事。那我在1年前，确定罹癌，那我就求问上帝，求神说，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会罹癌？我从小很听话，也很乖，也没做什么坏事。长大之后呢，也很热心的服侍。那为什么是我？我在祷告中不断的求问神，神跟我说，我不是在看你的过去，我也没看重你的过去，我乃是要为了你未来的服事来做预备。阿们。这就有一句话说，先受苦的人，他可以用他自身的经验来帮助别人。在离癌之后，我回到教会来礼拜，那我都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会跟我说：“在 RPG 中，我们都为你祷告。”我说：“哇，是啊，是啊，谢谢，谢谢。”然后再补上一句：“看到你真好。”那表示你还活得还不错。感谢主，感谢主。我说是，也看到你们真的很棒。我想家人的陪伴以及弟兄姐妹的一个带导，是支持我很大的一个力量，也让我更有信心，能够继续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是，神他是渴望我们的生命被淬炼的，他希望我们能用更健康的来服侍他。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这么跟我说的：我拣选你们成为我的儿女，是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要害怕试炼，也不要害怕一时的患难，因为神他会扶持你，医治你，扩张你的信心与眼界，如同经文上面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夸耀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我相信我在这边也希望能够提醒大家，能够注意自身的健康。更重要的是，透过 RPG， 透过导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一个扶持，也让现在还在跟病魔抗争的人，
让他有信心、有勇气、有希望。在 RPG 小组的 RPG， 我看到每个人都很乐意的开口来赞美神，也来关怀别人、祝福别人。我相信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礼物。这当中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透过 RPG， 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祷告，也可以奠定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喜悦，分担我们的苦难。在这当中，我们不断的精进自己，希望我们在这当中都能够真正有这样的心智，来关怀别人，能够开口来为人来祝福的祷告。我有个特别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上到4楼我们教育馆的时候，有2位青少年，他对我说：“长老，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我说：“好啊，为什么不好？”那我也感谢神说：“哇，好棒哦！我们青少年真的好棒，他们都有一颗关怀人的心，而且很勇敢的要为人来祷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在做 RPG， 在做祷告的群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个训练。那当他们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的心是暖暖的，我是受宠若惊的，也谢谢他们。在这当中，因为我们的 RPG 之后的进阶版就是导读，我们透过经文，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了到启示以及神他的心意。当我们在宣读的时候，也可以建立了我们信心之后，让我们能够心中能够明了，神已必然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我相信 RPG 跟导读就是神赐给我们永光教会最棒的礼物了。感谢主，阿们，谢谢主，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这几位我们所敬爱的长老，把神在永光教会的特色再一次的彰显，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阿们吗？谢谢我们的长老。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长老也要用这一首圣诗喜姑邀姑迎新，要来献唱，来把永光教会呢在一切的过程里边，即便已经走过，然而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阿们吗？阿们。好。
情，是故呀。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喜哭扬福耶。是故呀故耶。我们一起拍手。是故呀故耶西，我在西京，是故呀故耶。永远都是新事，再一次。是故呀故耶西，是故呀故耶西，我在西京，是故呀故耶西。阿门，阿门。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上帝是永远做新事的神。我们一起说来。耶和华上帝是永远做新事的神。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长老们，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主任牧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52永光就是什么呢？我爱永光，我们一起说好吗？52永光，我爱永光，来52永光。我爱永光，我们请周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大家果然看见我们每一位长老都是能言善道的，对不对？而且每一位不只是能言善道哦，并且他们都是信仰的实践家，太棒了！他们给我们教会立了很棒的榜样。从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看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面，神给他们恩赐，让他们在这里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祝福永光教会一个很具体、实际可以让我们看见的。我们从过去的日子年这样走过来，真的是不容易。而今年在52年的这个岁月当中，数算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会发现神对永光教会是有计划的。阿们。你确信神对永光教会有计划吗？对，神真的一步一步带领永光教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顺服在永光教会，委身在这里，神就看重我们，并且选中我们永光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教会要之所以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是教会要成为怎么样一个顺服神话语的教会。阿们。所以我们看为什么永光教会可以蒙神如此的带领，如此的祝福呢？那是因为我们保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耶稣要离世的时候，他约了他的门徒，在哪里呢？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哪里？我们有读了，知道吗？在加利利哦，在加利利一个山上。那为什么耶稣去到加利利？因为这些门徒都在哪里？都住在加利利的比较多，对不对？很多都是渔夫啊，对不对？所以耶稣回到他们生活的现场，然后呢，耶稣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所以门徒看见耶稣，他们就跪下来拜耶稣。然后圣经今天就告诉我们，耶稣就上前来，因为门徒怎么样？他说拜耶稣啊，耶稣就往前来，就近门徒，就跟他们说什么？说天上地下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对不对？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对，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耶稣回到门徒生活的现场，
来呼召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建立教会，然后执行神赋予教会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教会因此就在执行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因此我们走在耶稣所命定的道上，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跟主说，主啊，我们要把这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阿们。所以你我们更相信，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当我们顺着神对教会的带领跟感动，每一步每一脚印都可以看见神的同在，阿们。并且神同在就应许给我们，他把天上地下的权柄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教会能够执行天国的一个权柄跟能力来。所以求主帮助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未来的每一天，我们还是会更多的来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在这世代怎么样来传福音，用各样的智慧方式来帮助人，吸引人来到主的跟前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同心为教会所策动的一切来祷告，付上我们的时间代价。我相信那福音的果效必更彰显在我们的当中，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牧师这时候也要秉着神给牧者的权柄，我要来为我们这一些的服事同工来祷告，为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祝福他们哦。所以牧师现在要请我们在座的长老请我们的长老起立好不好？以及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小组长还有那个区长区长也站起来，我们所有的小组长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区长、小组长这些都是有牧养的权柄的。神把牧养的权柄给牧者，然后牧者分赐权柄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神托付他们的羊群。所以这时候请外面的小组长请到里面来好不好？交易厅的请进到里面来。好，谢谢。好，我们的小组长都往里面。好，来，请我们弟兄姐妹眼睛闭起来，也为他们来祷告哈。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永光教会走过52年的岁月。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日子当中，谢谢你，你一路的带领我们，也在我们当中选召你所喜悦的人来承担圣职，让他们能够跟牧者与圣灵听圣灵的声音，与圣灵同行，来开拓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福音的出口。我们谢谢你，特别为这些站立的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区长、小组长向你献上感恩。你呼召他们就从不落空，因为既从你而呼召，你就必把圣灵能力赐给他们，让他们从你的话语得知你的心意，让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当中，知道能够与神你同工，来成就祝福在我们永光教会的事工以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我祈求你把属天的权柄让他们清楚了解，他们每一次的祷告都带出能力，他们每一次的宣告都带出祝福，也祝福他们的家成为最棒的后盾跟榜样，让他们手所做的工，主你兼顾他们，引导他们，让我们建立一个合一的团队，影响这世界，也带出极大的能力，叫你的国降临在我们手所做的工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接下来我们要请坐，请坐。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铁两角、副小还有守望，请站起来。我们要来为铁两角来祷告，以及我们各服事团队单位的首长、团长，还有新媒体的组长，我们这些服事团队的首长也站起来。还有我们的干事也请站起来，我们的干事。好，哈利路亚！你们都是非常重要的牧师的团队服事，所以牧师也要在这一天也要来为我们带上祝福的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现在站立你面前的是我们核心的同工。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尽心尽力来服侍你，我们谢谢你，你的呼召让他们愿意委身在这里。阿们。主啊，求你将百般的智慧、能力、恩赐赐给他们，在他们的服侍上所需所求，满足他们，因为他们为了满足你，愿意摆上心力。主啊，感谢你给他们足够的智慧、能力，也让他们有好的关系，在各样的事工上都能够看见神你的亮光照耀他们，基督的爱成为他们手所做的工，成为祝福。主啊，坚固他们，让他们明白，他们紧紧地跟随你所带出的果效，会成为人的祝福，也会成为他们自己跟家里的祝福。阿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些同工一起继续来成就未来的日子，因为未来的每一天是会更光辉、更大的产业，能够荣耀你的名。阿们。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大家请坐。神必要将他属天的恩赐大大浇灌在我们这些的同工，也浇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我们奉献的祷文。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永光52周年，一路长大看见神，真是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永光教会。今天奉献经文与大家分享是在路加福音6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10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从小爸妈就教导我，乐意给出去时，即使是一片小饼干，上帝也会再给我更丰盛的。当我顺服教导，乐意给予并按时奉献，我就真的领受从神而来更多的祝福。国3会考前，我透过舞蹈用品专卖店的 IG 抽到2件免费的舞衣，价值约为一双 Nike 的球鞋。或许不是上万的服饰，但是面临考试时期，就好像得到从神而来的鼓励。到今年考大学时，我还是穿着它考试。神的恩典超乎想象。今年买到了一张价值4800元的百老汇音乐票券，上帝让我用0元抢到票。那一刻，我心情激动不已，满心感恩。我们已经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了，天父爸爸也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了，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吗？你是有能力将恩典给出去的，今天我们就乐意的给出去，等待上帝给我们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丰盛吧。我们不仅是领受祝福的子民，更是分享的门徒。阿们。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敬虔的心及感恩的心来奉献。
开始奉献。作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今日道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兄姐，请起立。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兄姐，请坐。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事工。好，那关心我们施工之前呢，我们先来读我们这一周导读的经文。OK， cool。所以这周的导读的主题是良心，那我们一起来念引言，预备起。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借以辨明所思想的是对或错，进而带来喜乐或罪恶感。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本周的消息。这是影片吗？还是？好，我们来欣赏这个影片，帮我们播声音，谢谢。好，这是丽娜牧区的旅游步道。感谢主，丽娜牧区这一次有2部游览车前往哈。哇，很漂亮的地方。感谢主，我听说你们有几位 best 呢？45位 best，2台游览车45位 best， 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好，下一点，也是影片，帮我们开声音，谢谢。这是秀莲牧区的吗？昨天才刚出去玩，感谢主。这 size 较细吼，咱目睭被较大蕊的看卖。感谢主，请问一下，你们有几位 best 呢？17位 best， 哇，感谢主。
好，那我们接下来好，这是我们青少年暑期的领袖营，名额有100位，我们目前已经报名了90位，所以剩下10个名额。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你们还有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想要邀请他们报名的，请帮我们热烈的宣传，谢谢。感谢主，我们有许多青少年在这个营会当中，他们的生命被转变，所以真的非常感谢神。我们也希望，这次的营队，我们有跟其他教会一起，也有其他教会参与在这个营队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少年生命能被转变，然后能将这影响力带回去他们自己的教会。阿们，阿们。好，那下主日呢，就是我们的圣礼典，请把握机会来报名。那如果有报名的兄姐呢，请参加接下来的星期4晚上8点的基要真理课程。好，请有报名的请来注意。那暑期营会的部分呢，儿童牧区有2个营会，第一个就是我是航海王的营会，这个对象是针对小6学生还有9年级的毕业生。所以名额是40名。那在这个营会当中，我们有很多好玩有趣的活动，那非常热情，敬拜赞美等等。那很希望大家能来参加。那第2个儿童牧区的活动就是夏令营 Super Kids Summer Camp， 时间是在7月25号到28号。那对象是升小2到升国1的学生，也是非常有趣的儿童夏令营的活动。我们也邀请爸爸妈妈们，或者你们邀请我们的邻舍小孩子一起来参与。好，下一点。接下来呢，北中传道部有这样长职训练，所以6月15号9点在大稻埕教会，那邀请长职都来参加这样装备。透过这些装备，我们能在信仰上面扎根，然后也更知道我们的服事要怎么样来进行，才能带出卓越的服事。阿们吗？阿们。那培育学校课程的调整，本周的门徒班改为礼拜3晚上8点上课，所以请我们的学员来注意。那下主日的话也召开小会，所以小会员也注意到这个时间，一起到 C1 教室来开会。那今天儿童牧区在礼拜结束后，在 B2 教室有会议，请老师出席。那今天同样也有儿童夏令营的2筹，所以请同工注意这个时间。那接下来礼拜3也有我是航海王的第2次的筹备会。好，那本周6的幸福步道出游，玉喜牧区我们是7点半出发，那青少年呢是8点出发。好，7点半集合，8点出发。好，那接下来这个是6月22号的，字好小，兆民牧区跟永伟牧区的旅游步道。那我不知道名额满了没？如果有意想参加的人，请向永伟牧区和永伟长老和兆民长老来报名。那今天下午呢，我们今天不只有这个52周年的非常热闹的庆典礼拜，今天下午还有一个羽球比赛，地点就在秀山国小，我们有16位选手报名，哇！所以欢迎兄姐呢一起来观赛，一起来加油。好，那我们有一个告别礼拜，是丽安姐的母亲的告别礼拜，是定在礼拜2早上9点，在景行楼志中3厅举行。那我们继续为遗族来代祷。那联合诗班呢，今日如果你能参加的，那今日礼拜结束后，我们也会练习这个卫诗，我们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祷告。好，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第一位是汤淑萍姐妹，可以麻烦你从座位上起立吗？这里是兆民长老的，好，兆民长老的家人 ，OK。那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请坐。
下一位是小林，是不是？对，王小林姐妹有在后面，在教育厅，我们往后面看可以看到小林姐妹在后面。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跟我们参与今天52周年的礼拜。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有招待同工会需要来认识你们一下，然后稍微介绍教会，所以请，好，等一下 ，OK。好，我们招待同工会跟你们接待。那接下来就，好，潘牧师来补充。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好心情，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52周年的庆典让大家领受。你知道我们今天所听到长老的见证，所听到每一个人从口中所呼喊出来的，都要带下赐福在我们当中，阿们。所以呢，我们开心的来领受这个祝福，必要在我们永光教会当中。好，那现在牧师呢，我们要来好心情要来彼此分享。牧师要邀请我们的小组长来到前头，来到台上。小组长用跑的。我们小组长呢，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领袖，他们也要跟我们跟牧师呢在台上，还有我们的长老也到台上，我们要一起来用这一首诗歌，然后我们要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好。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的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弟兄姐妹，请起立，总统，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好，来，请组长表达对我们的主员的爱，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请我们的组员对我们的组长，对我们的长老们组员。仍然站立，牧师要来祝福的祷告。愿上帝大能的宝贝扶持你们，让你们天天经历圣灵的同在，带出的喜乐、平安跟富足，都因着信来满满的得着，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雅和花就好摸摸。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有大合照，所以大家不要离开。雅和花就好嘛。雅和花就好摸摸。副歌。亲像海的河水，不能阻碍你到满心。神要祝福永光教会，我要举手。
利路亚！我们现在要来大合照，52周年的大合照。好，那请我们上面所有的小组长呢，全部都在那个摇滚区。好，那我们可以坐下来，后面的站着，中间把它补满来。好，我们中间走到把它补满。好，那我们的组长就在前面。